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期的年度重要新闻回顾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在此藏历2147铁鼠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向雪域西藏3区藏人同胞献上新年的祝福，祝大家罗萨这西德勒。祈愿在雪域窟主圣尊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回顾过去的一年中有关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各项访问行程、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有关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等重要回顾。在过去的一年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2019年1月开始，在印度南部和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以及印度各地展开了弘扬佛法和其他访问行程。2020年1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接受印度媒体全球战略新闻的专访，回答了有关西藏局势与转世问题的看法。尊者在回答记者转世问题时，用以重复多次的立场作答：如果中国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那么藏人是不会接受的。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2019年11月29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主办的第14次流亡藏人宗教大会闭幕式，并在发表讲话时鼓励流亡藏人申诉信众在努力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广泛传播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及宗教习俗。117名来自藏传佛教各传承的领袖及代表，在会议第一天便一致通过决议，祈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转世，并再度声明达赖喇嘛的转世决定权完全属于尊者本人，与其他任何政府、团体或个人无丝毫关联。如果中共未来执意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绝不会被藏人所接受或信奉。另外，2020年1月16日，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向信众发表讲话时，谈到将计划在菩提迦耶附近建立一所古代纳兰陀研究中心，并强调该研究中心将是一个研究学术课题的机构，而不是宗教课题。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在全球各地不断扩大，对世界各地造成恐慌之际，达赖喇嘛尊者透过网络向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进行开示时指出，汉地的庙宇及信众因持诵度母心咒，将对灾情有所注意。尊者还于1月29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官邸，就以新型冠状病毒为议题，对上百位来自泰国及越南的信徒们进行了开示。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死亡人数已接近1868人，而西藏3区各地为东部甘孜地区疫情最为严重。截至2月18日，中共划分的甘孜州内已有65例确诊病例，其中多达60例都位于道府县，引起了境内外藏人社会的担忧。对此，道府县藏人代表于今年2月初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祈请开示。尊者在回应时，希望藏人民众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外，并建议尽可能的多念诵度母心咒与6字真言，强调这可能有助于遏制疫情的蔓延。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毫无改善的迹象。境内藏人透过各种途径开展非暴力自由抗争，以及继续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当局的治藏政策。而在中国残暴统治下，西藏境内的藏人在宗教、文化、经济和就业等各方面都受到打压。据西藏境内传出的消息，西藏日喀则一名叫汪秋的45岁藏人男子，因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传发如达赖喇嘛尊者撰写的书籍以及摄藏文本，于2019年3月遭中共警方拘捕。
2019年4月26日，因在2016年藏历新年期间演唱西藏国歌而被中国当局拘留和折磨1个月04天，并在出狱后因遭受苦刑而长期患病在家的西藏康区甘孜藏人白马汪清，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医院不幸去世。另外，中国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藏人研究生索南，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揭露藏地公务员职务逐年减少等问题，而于2019年4月中旬被中国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此外，在2008年2月参加和平抗议中国的活动而遭中国当局拘捕的西藏东部热贡政治犯伊西嘉措，因在狱中遭毒打折磨，出狱后持续被当局骚扰数年，最终因身心受创而于2019年5月1日不幸逝世。与此同时，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于2019年5月22日发布了一份新汇编，其中收录了大约80起自2008年3月青藏高原各地爆发抗议运动以来被中国当局任意监禁的西藏僧尼和其他和平异议人士的案例。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些政治犯。2019年5月下旬，中国果洛藏族自治州教育局发布指令，要求果洛州的所有中小学停止藏语教学，仅在西藏语言课程上使用藏语教学，而其他课程的教学均用中文进行。该指令于2019年秋季正式实施，当地的1至9年级的藏人儿童将只能在藏语课程时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母语。另外，曾于2016年遭中国当局大规模拆毁的亚青佛学院，于2019年5月中旬再次面临声色被毁、数千名僧尼被驱逐出佛学院的危机。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在亚青佛学院驱逐了近3500名僧尼。此外，中国当局从2018年开始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一定期为3年的运动之中，境内藏人饱受当局的迫害。2019年5月，中国当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借口，拘捕了21名西藏东部囊谦地区的藏人。另外，据印北达仁萨拉噶尔登寺发布的消息指出，西藏境内阿坝噶尔登寺2名僧人和阿坝合知寺32岁的僧人土巴，相续于2017年和2018年被中共拘捕，其中1人被判4年徒刑，另2人至今下落不明。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藏人进行的宗教迫害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中国当局于去年8月初发布了一份严禁西藏退休干部从事宗教活动的法令，严重违反了中国保障宗教自由的承诺。此外，西藏安多阿坝地区一名22岁的僧人索南班丹，疑似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表达对中国统治下藏语教育与使用情况的不满，于9月19日突遭中国警方带走，随后下落不明。在2019年9月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第119届会议上，联合国专家对中方在回应关于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却杰尼玛及其家人的下落方面表达强烈不满，并指出此次中共官员对班禅喇嘛的下落未作出全面的答复，因此工作组再度向中共强调了他们对班禅喇嘛失踪案件的重视。另据印度达仁萨拉噶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联络小组发布的消息，西藏阿坝麦尔玛境内一名叫云丹的24岁藏人青年，于11月26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在麦尔玛乡境内自奋抗议中国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当场身亡，成为第154位为西藏自由事业自焚的藏人。另外，西藏东部果洛地区的社会活动人士阿呀桑扎因揭发官员腐败问题，在果洛州甘德县江谦乡遭中共警方任意拘捕。同年12月6日，青海省果洛州法院判处阿呀桑扎等8人以寻衅滋事罪、扰乱社会秩序等罪行，其中阿呀桑扎被判7年徒刑。从2019年10月初，中共当局在西藏东部甘孜州石渠县温波寺相续抓捕了30多名申诉藏人，
指控他们涉嫌在温波乡升起西藏国旗和散发西藏自由的传单有关，至今下落不明。在2020年初，中共当局在西藏自治区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推出一项所谓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同时还宣布该条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斯汪加布阿热亚谴责这一新的民族团结法是反民族认同法，旨在使青藏高原完全被中国化的一种赤裸裸的强行民族同化措施，并强调该民族团结法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以下来让我们一同回顾藏人行政中央在过去的1年中以西藏问题为主题，在全球各地举办的各类大型会议以及各项发展措施。在过去的2019年中，为加强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力度，第7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于5月8日至10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代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等一同出席会议。与会的各方代表在为期3天的会程中讨论了多项有关西藏的议题。会议最后公布了一份含有33条关于西藏议题的共识。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2019年6月6日在对北美展开访问期间，出席了加拿大参议员外交与国际贸易常务委员会举办的西藏人权状况听证会。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援助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2019年10月发布声明，对10年提出的2019年西藏政策和支持法表示欢迎，并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该法案。该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对任何干扰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众议院于今年1月28日以压倒性的支持票数通过了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这是自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颁布以来，针对西藏问题的最全面的政策法案。这也是全世界藏人和支持西藏者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2019年4月9日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统治下藏人与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压迫。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听证会上再次表达了美国国会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所持的立场，强调美国国会绝不会承认由中国指定的达赖喇嘛。另外，人权观察于今年1月14日发布2020年世界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强烈谴责，称其威胁全球人权。报告还描述了中国统治下的包括西藏、东土厥斯坦和香港的大规模打压、任意拘留、监禁和限制宗教自由的情况。报告还列举了2019年西藏境内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当局在继续严格限制藏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行动和集会。最后，让我们来关注来自美国政府对藏的财政援助方面的新闻。政府提出的2020年进一步综合拨款法案，分别于2019年10月28日在众议院和11月12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2020年1月20日获特朗普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提供共计19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其中包括向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非政府机构在保护西藏文化、提升可持续发展以及教育及环保项目方面提供了不少于8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该法案还要求拨款不少于600万美元，为流亡藏人社区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项目，发展印度与尼泊尔的藏人社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在教育和发展等方面协助流亡藏人社区培养下一代藏人领袖。另外，这项法案还为加强藏人行政中央的综合治理能力，
提供了不少于3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这项资金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拨付。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境内外藏人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慷慨的财政援助。最后，加播一则最新消息。根据美国白宫在2月10日发表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于2月24日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和艾哈迈大巴德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闻讯后，在祝贺特朗普总统对印度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同时，司政洛桑森格表示，西藏人民非常感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的支持，并感谢您的政府在推动西藏境内宗教自由以及对流亡藏人社区不断增长的支持和援助方面所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并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美国将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以及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充分采用和执行该法案。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期的年度重要新闻回顾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并再次祝大家藏历新年快乐！罗萨这西德勒。